盡訴心中情基金聯合主辦香港兒童航空樂免費航空遊。今日呢個報名會呢就舉行啦，場面非常熱鬧喎。大家見到咧咁多嘅朋友嚟報名咧，就係想參加今次呢個航空樂咧，就係免費去呢個海南島度咧，同啲小朋友一齊玩下噃。開心，係咪啊？好啦，咁你諗住去坐飛機啊？係啊，咁都唔識打，坐過未㗎？未啊，好啦，希望你有機會坐啦。你有冇坐過飛機啊？有冇啊？有有啊，唔得喎，冇得去喎。打晒蛇餅咧，就去到天文台道個頂嗰度。咁而且尋晚咧夜晚黑已經係8、9點，已經有人嚟排隊啊！所以好彩咧，翠亨村咧就同佢哋講：你哋今晚唔好嚟啊！就攞低佢資料咧，就聽朝嚟個。咁今朝咧就6、7點已經有人嚟排隊，真係覺得好抱歉。但係我哋都盡量會爭取啦，希望揾到謝議員、謝偉俊係旅遊界嘅，咁揾多啲航空公司贊助嚇，特別係香港航空。你睇下香港人咧係咪啊？你講兩句啦嚇。香港航空其實今次個反應係真係非常非常之踴躍，同埋好多小朋友咧真係未搭過飛機，係好恨搭飛機，係真係直頭係話問我哋可唔可以優先係啦，優先俾佢哋搭飛機啊，咁即係同我哋傾偈我哋咁我哋其實都係好想今次其實120個真係唔夠，會唔會搞多？會唔會可以增加個 quota？我哋呢啲壓力團體咧就希望香港航空啦，同埋有其他個航空公司都可以咁樣做。仲有咧就係話，你知唔知今朝啊，佢哋7、8點鐘啊都有人嚟排啊，佢哋想先到先得。但係咁樣咧又唔係幾公平，但係好難揾一個最公平嘅方法。咁唯有點咧？我哋諗下咧，我哋到時可能都係要揾人抽籤啦，係咪啊？我哋揾謝偉俊議員啦，或者再揾啲其他嗰啲，我哋再作為一個抽籤嗰陣時，都希望有第啲好嘅消息宣佈。謝議員係。首先好多謝香港航空啦，因為佢哋實在出錢出力出埋人添啊！咁另外我哋都多謝晒安德尊啦、林莉啦、白姐姐就顧之然啦，因為佢咧其實佢都盤晒命㗎啦嚇，命啊！咁大家都係為咗小朋友，為咗大家，希望可以多啲真係俾我哋幸福嘅小朋友，因為我同阿林莉都係要10幾歲之後先有機會，17歲㗎啦嚇。你23歲先有機會坐飛機啊，係啊！我希望即係而家小朋友比我哋更加幸福，更加今次如果就算萬一真係抽唔到嘅話，都唔緊要，我哋會盡我能力咧安排更加多香港航空多啲贊助項目，甚至其他譬如話可以方便小朋友玩嘅海洋公園啊、迪士尼啊，都會盡量爭取俾大家機會可以同家長一齊玩，好冇？係啦 ，OK。Andy， 請你講兩句嚇。OK， 咁首先代表香港航空多謝晒咁多位香港謝偉俊議員啦，同埋白韻琴啦，仲有大王啦，仲有林莉小姐啦。咁作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咧，我哋好開心今次可以舉辦呢個活動啦，令到多啲喺香港嘅小朋友未搭過飛機嘅話咧，可以有機會咧可以坐飛機啦。咁嚟緊呢，我哋希望咧就盡量我哋都會籌辦多啲嘅一啲活動俾香港嘅人啦，咁等佢哋可以有機會可以坐下飛機咁啦，好嘛？多謝晒先，多謝晒先，多謝晒。咁仲有一句呢，我寄語香港航空，如果你哋用到呢個名做香港航空呢，咁真係要關照多啲香港嘅人，咁做一個真真正正香港嘅航空公司嚟照顧好多
underprivileged， 即係冇咁優勝環境嘅人啦。咁呢個係第一個開始，繼續啊，繼續努力啊！